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去體驗一下深圳市羅湖區人氣最旺嘅小滿桌球。聽講好多香港人落班放假都會過嚟呢邊打波，我都係一個朋友介紹過嚟玩嘅，佢哋話體驗感非常之好，仲有百幾名每台球教練，4000幾平方嘅豪華場地，設備都非常齊全。只要喺羅湖口岸呢邊過嚟都非常方便，可以坐地鐵，可以打車，大概10零分鐘就到。今日我就係坐地鐵過嚟，跟住大家去體驗一下深圳市羅湖區人氣最旺嘅球房到底有乜一樣。我哋從金光華出嚟，小滿桌球就喺金光華斜對面。依家我哋準備上去，從深業雙華大廈正門行入，我哋可以睇到好多人都係上6樓打波，我就跟住一齊上去。一行入就有好多靚女過嚟接待，非常之熱情，讓人感覺非常不一樣嘅服務，的確冇得講。接住靚女帶我哋去睇佢哋啲價目表，陪打100多元，好抵。波鐘費都唔貴，整體落嚟1個鐘消費都唔到200。有啲朋友會問我唔識打波，可唔可以過嚟玩？梗係冇問題，佢哋呢邊有好多靚女助教，會教你點玩，相當於又學了打波又能夠休閒放鬆。俾大家睇下小滿桌球靚女助教。小滿桌球每周都會舉行主題活動，全場嘅靚女助教統一服裝，周末一定要過嚟小滿桌球玩一陣，驚喜多多，靚女更多，值得過嚟。感覺點啊？係咪非常之唔錯？佢哋呢邊的現場人氣非常之旺，可以睇到現場都係爆滿嘅狀態。一個人無聊嘅時候嚟呢邊打波非常唔錯，都可以組團過嚟玩一陣，性價比好高一間波樓，難怪係深圳市羅湖區台球圈嘅好評其一。呢期講到呢度，有乜嘢可以想諮詢嘅話可以留言。